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傾一個關於香港特首嘅養成記。呢個係邊個呢？就係我哋大家都熟悉嘅黨生黨建華黨伯伯。佢係點樣成為香港主君嘅呢？首先，我哋先從佢嘅呢個家族講起。黨建華佢嘅家族實際上係發跡於上海嘅寧波商人。早年佢嘅外公顧家係靠船業發家嘅，但係呢，共產黨嚟啦，佢哋就逃到香港。佢哋嘅公司實際上非常有名。如果大家喺街上港口睇見啲貨櫃箱上面有呢個 OOCL 嘅呢個東方航運，實際上就係董建華外婆屋企嘅顧家嘅產業。但係呢啲產業點樣執笠嘅呢？又點樣轉手中共嘅呢？我哋就要傾到一個關鍵嘅人物，就係黑道嘅郝英東先生。當年中共為了控制97年嘅香港局勢，多方面入手，喺宗教界、喺經濟界同名人界同明星界。佢首先把自己嘅人放到東方航運裏面做高管，造成呢個東方航運嘅財務危機，咁就有機會傾啦。所以郝英東先生就作為中共嘅中間人，假聲假意嘅拎錢救急，從把呢個顧家董家嘅呢個產業搶奪，變成紅色嘅資財。但係就因為咁樣，佢哋就創造出嚟第一個聽命於北京嘅特首。至於香港特區成立相關嘅呢個部隊嘅呢個事情呢，我哋都可以傾一傾。當時建立呢個駐港部隊，其中有一項係乜嘢？如果大家仲有睇過關於香港部隊嘅呢個紀錄片，就識得要入香港嘅呢個軍佬，必須要進行香港道路嘅培訓同呢個廣東話嘅培訓。但係呢，大家都知啦，識講廣東話嘅係邊度呢？除開廣東本省之外，仲有廣西。所以當時嘅負責人都識得呢個，所以就乾脆就招嚟廣西廣東嘅兵。但係呢筆錢就冇使使啊！為乜事都識講啦，仲學乜嘢呢？所以後面呢個香港駐港部隊真係成為一個攞錢嚟買嘅黃金位置。冇怪得呢啲好幾次咩愛國呢種對外嘅呢個親民嘅呢種活動時候，裏面啲當兵嘅
兵仔兵女，連最基本嘅呢個軍體呢種體育嘅呢種打拳，佢都打唔出嚟，仲打錯，明顯就係走後門落嚟啦。更加冇使講，佢哋上邊都傾訴傾好啦，就係喺香港部隊、澳門部隊服役嘅，達到一定條件嘅有後台嘅人，去復完之後得到香港同澳門嘅身份證，呢個都唔係咩秘密啦。所以，但係而家睇睇香港、澳門搞成點樣啊？50年不變，10幾20年都變啦。所以香港人啊，要好好諗清自己嘅前途，真正要好好諗一諗啊！多謝你收聽我嘅節目，歡迎你轉發分享，鬧我都可以啊！多謝你，記住啊，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多謝，祝你有個美好嘅一日，拜拜。